發嘅企業納入誠信黑名單，強化刑事責任嘅追究，又承諾會將環評機構從環保部脫離，以確保環評報告嘅獨立性。一隻野豬喺香港北角懷疑俾汽車撞傷，倒卧喺路邊不斷掙扎。由劉子鳳報導。受傷嘅野豬咧，大約係1米長，倒卧喺路邊不斷掙扎。愛護動物協會人員接報到場，用毛巾包裹住野豬嘅身體，再運返去協會治理。夜晚9點幾，有市民發現隻野豬倒卧喺怡景道同雲景道交界，懷疑被車撞傷，於是報警。尋日下晝，一個22歲嘅女子喺香港飛鵝山失足跌落山坡，由於現場大霧、山路崎嶇同濕滑，喺接近11個鐘頭之後，女事主先至獲救送院。有劉子鳳報導。天色入黑之後，繼續有消防員加入救援，帶備保暖嘅毛氈啦，同埋係繩索登山。女事主同4個朋友由順利村出發去飛鵝山。下晝2點幾，事主經過一處路邊嘅時候，失足跌落山坡，手腳同埋臂受傷。飛行服務隊曾經派出直升機到場協助，但係因為雲層太低，未能夠接近。消防派出多人登山救援。喺西非馬里共和國嘅首都巴馬科，有一間餐廳發生槍擊案，有5個人死亡，包括一個法國人同埋一個比利時人，另外有最少9個人受傷。一個同阿蓋達有聯繫嘅極端組織承認責任。目擊者表示，見到一個蒙面槍手手持機關槍，沿樓梯行到餐廳上層，亂槍掃射人群之後，登上私家車離開。警方暫時逮捕2個疑犯。馬里政府形容事件係恐怖攻擊，表明要將歹徒繩之於法。喺冰上曲棍球賽有觀眾受傷，究竟發生咩事呢？稍後同大家報道。